Tico Tico No Fuba 嘅 introduction。首先介紹作曲家 Zequinha Diablo， 佢係一位巴西籍嘅作曲家同埋流行音樂鋼琴家。佢嘅真名呢就 José Gomes Diablo。佢出生於1880年，1935年去世，54歲。佢呢5歲已經吹口琴，6歲就彈琴，7歲呢就上音樂堂。1899年19歲呢已經成立一個交響樂團，叫做 Lira Orchestra。佢一共作咗100幾首樂曲，其中最多呢就係華爾茲舞曲同埋 Choro。Choro 呢係巴西流行器樂嘅曲種，19世紀就起源於 Rio de Janeiro。音樂嘅特色呢就輕鬆愉快，就成為巴西好重要嘅文化。佢最出名嘅作品呢就係 Tico Tico No Fuba。好，現在介紹呢首 Tico Tico No Fuba， 係作於1917年，原名呢就係 Tico Tico No Farelo， 翻譯做 Sparrow in the Brain。 但係呢，一位巴西吉他作曲家呢就早佢一步用咗呢個曲名，所以呢，佢唯有1931年就改名為 Tico Tico No Fuba， 翻譯做 Sparrow in the Cornmeal。Tico Tico 呢係一隻細嘅巴西嘅鳴禽，即係 songbird。其實呢，喺1917年剛剛作好呢首樂曲，仲未改名嘅時候呢，就佢嘅樂隊呢就喺一個舞會嗰度演奏呢首新嘅樂曲。呢個輕快跳動嘅節拍呢，令到跳舞嘅人跳到好瘋狂。Zequinha Diablo 呢就話：哇！啲人跳到好似啲 Tico Tico 雀食嘢一樣，所以呢，就將呢個作品命名為 Tico Tico No Fuba。Ethel Smith 一位好出名嘅管風琴家，就喺 Walt Disney 1942年嘅電影 Saludos Amigos 就彈咗呢一首樂曲之後呢，就立刻風行全球。5年之後呢，喺1947年 Carmen Miranda 喺一部音樂喜劇叫做 Copacabana 就唱過呢首樂曲之後呢，就更受歡迎。1952年呢 Zequinha Diablo 死後17年，佢嘅生平呢就更拍為一部電影，同名叫做 Tico Tico No Fuba。羅超眉呢就用咗1942年 Walt Disney 嘅 Donald Duck Meets the Carioca 嚟代入我哋兩個嘅虛擬鋼琴4手，係一首 Samba 拍子嘅作品嚟嘅。好，現在請大家欣賞我哋兩個嘅 Tico Tico No Fuba 嘅 Virtual Piano 4 Hands。多謝大家。